2026中山樓千祈唔好買。2026年中山樓市最大嘅陷阱，竟然係呢一波樓市反彈，個個都喺度衝住排隊入場，但係我咧就勸大家千祈唔好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 啊。咁我嘅職業咧就係做地產經紀嘅。咁喺過去10年嘅時間啦，我不斷喺度觀察成個樓市啦。咁我會見到有人由於投資內地樓市啦，都一夜暴富，亦有人一夜反貧。咁究竟點解啲人咧係咁熱衷去買樓，揸住嚿磚頭，而唔係去買啲黃金呢？咁眾所周知啦，以上呢兩件資產，樓同埋金，都係可以用嚟抵抗我哋嘅通脹，同埋咧穿越無數個我哋嘅經濟週期嘅，以此嚟捍衛翻我哋自身嘅財富傳承嘅。但係點解話勸大家千祈唔好買呢？咁事實上咧，講啲實話或者係講啲真嘅事實咧，係好容易得罪人嘅。但係今日咧，我希望藉住呢個機會啦，同大家講講我自己一啲睇法。雖然我都係做緊呢一個行業啦，但係我哋可以喺呢個 YouTube 上面咧，同大家分享翻我自己嘅睇法。2026年中山樓千祈唔好買之馬鞍島。咁我一講起馬鞍島啦，大家就會形容佢係投資者嘅墳墓、發展商嘅天堂。呢度嘅樓價最高峰嗰陣時咧，由2-3千蚊暴力拉升去到4-5萬。你冇聽錯，2-3千到4-5萬。即使我哋炒股票你日日咁樣拉咧，都要成1個星期嘅時間啦。何況樓價依樣可以帶動我哋嘅財富，喺短時間內咧就實現財富自由。咁買樓依家嘢咧，我哋如果係話純住，即係我就覺得香港、深圳啲樓太貴，同埋消費太高，根本就唔適合去退休生活咁樣我嚟到中山幾廿萬平平地買翻間，有冇問題？絕對冇問題。最有問題、最可怕嘅陷阱係咩呢？好多長者都希望層樓第時傳俾個細路，或者層樓日後賣出去咧，可以有筆錢救急。但係事實上咧，只要你喺買樓嘅過程中，唔單單係為咗居住，而係有啲其他嘅目的，例如投資咁你就真係要認真聽清楚以下呢段話啦。如果你要投資，我建議大家咧自己做好功課攻略，以及咧做大量嘅調查。點解話我哋會拎馬鞍島呢個 case 出嚟呢？就係因為馬鞍島咧係投資者嘅墳墓，喺過去5年內咧，其實收割咗無數人一生嘅積蓄嘅。因此咧，我好有必要同大家講，如果你俾啲地產中介或者係啲樓盤廣告吸引去到馬鞍島咧，睇落就係一件好美味嘅餅乾，但係咧，如果你食落去先發覺真係有毒㗎。咁我哋講講馬鞍島點解2026年買唔過。咁有3樣嘢小本本記低啦。第一樣嘢，大家知道啦，深中大橋自從通車咗之後咧，for馬鞍島嚟講有2個嘅，一個正一個反。正面咧就係刺破咗馬鞍島近5年內咧苦苦堅守嘅樓價最後嘅泡沫。咁馬鞍島由深中大橋通車前推到去最後一啖氣3萬蚊左右之後咧，橋一通，即係冇大家想象嘅東轉西移灣區嘅一個核心變化嘅過程啦。咁深圳10幾萬一平，中山閒閒地翻2-3倍6-7萬。咁嗰班投資者等到深中大橋一通車先發覺自己就走遲咗。咁早前3-4萬買入嘅單位咧，而家橋通咗冇升，不但止，仲要腰斬一半。咁樣嘅情況下咧，最大嘅問題就係東轉西移。佢事實上佢轉移嘅唔係所謂嘅產業、人口同埋經濟，轉移嘅係咩呢？跨城消費。咁即使你話跨城消費都冇問題咁深圳嗰班人購買力、消費力咁強，嚟到中山咪好咯。咁人哋過嚟中山肯定去揾啲農莊啦。如果你要食啲高級餐廳深圳隔離嘅香港、深圳本土都有啦。咁過嚟食農莊，咁你馬鞍島依賴嘅一個所謂嘅虹吸效應咪冇咗啦。呢個咧就係我哋嘅前言啦。咁第一點啦，我哋依賴翻係咩呢？馬鞍島本身係希望咧，藉住深中大橋開通之後，承接翻深圳嘅外溢嘅產業，就正如當年嘅東莞松山湖咁樣嘅。咁今時今日松山湖嘅樓價都平均3-5萬都要嘅。咁馬鞍島咧
一個反面嘅例子嗱，通咗車之後咧，由於咧產業跟唔上，或者係產業人哋根本就唔願意過嚟嘅。點解會唔願意過嚟咧？嗱，呢度延伸少少啦。咁大家知道啦，喺深圳就好似香港咁樣，時間就係金錢。如果個企業喺深圳搬到嚟中山，人哋同佢講，你嚟中山要先攞地起廠啊、起宿舍等等啦，即係你落地去到中山要3-5個月。咁你試問邊一個企業咧，將時間當成金錢嘅企業，佢會願意使3到5個月嘅時間嚟遷移咧？唔會噶嘛。咁佢更加有一係承受高昂嘅深圳租金，一係搬遷去其他城市都 OK 噶。咁啊，呢個係第一樣。咁啊，第二樣啦。咁啊，對於深圳嘅產業嚟講，你中山由於遷移過去嘅成本，佢發覺咧原來仲不如喺深圳或者去比中山仲要再遠少少嘅城市啦。咁呢一點咧就係大家都明㗎啦，即係你邊啲人批地啊，邊啲人協助呢啲企業入嚟，咁啊係邊一個嘅問題。第二樣嘢，除咗產業啦，根本係冇嘅之外啦，咁啊第二樣係咩咧？人口。咁大家知道啦，喺馬鞍島做嘢嗰班人咧，除咗你真係一個月拎住6-7萬成10萬咧，你先會諗下喺馬鞍島買一間嚟住一住嘅。但係大多數咧，大家都係途經馬鞍島，跟住入到嚟中山嘅城區。例如而家中山咧，佢就衰在係咩咧？concept太多，你整個馬鞍島，又整個旗杆新城，再整個石岐經濟總部。關鍵係你根本就冇足夠嘅人口產業嚟支撐呢3個大區嘅發展，何來話對標珠江新城或者係深圳嘅前海灣呢？所以呢一樣嘢咧，人口你嘅吸唔到入嚟嘅情況之下咧，咁加上咧政府其實佢對於人才引進咧係有做嘅，但係由於你冇產業，你引進入嚟。咁唔係個個都係馬雲啊嘛，入到嚟幫你做個阿里巴巴呢啲超級大嘅 IPO，可以紅吸到 N 加多嘅人才。中山更加依賴係深圳外溢出嚟嗰一班產業。咁你只話喂 Johnny， 咁深中橋過到嚟係好近喎，咁點解人口產業都唔願意過嚟呢？同大家再講個好扎心嘅一個事實啦。事實就係因為馬鞍島當年嘅地價推得太高，樓價推得太高。咁今時今日你馬鞍島係好多中小型企業咧，佢未必有呢個實力入到去嘅，因為未必有實力入到去呢個疑慮一旦產生咧，咁啊會對馬鞍島呢個地塊嘅一個未來發展咧係造成好大影響嘅。而家大家見到2026年馬鞍島3月份最新嘅樓價咧，其實回落去到1萬到2萬蚊。點解有個2萬咧？大家自己去查下。咁我哋呢個影片或者呢個頻道就唔同大家推介邊一個樓盤，就係純粹同大家分享翻。咁1到2萬蚊，其實你會有更加多嘅選擇，同時咧選擇得嚟咧，你個水位差係非常之細嘅。一旦你去到2萬蚊呢個價位，其實個個都會去到南沙啦，或者係珠海啦，而唔會選擇喺馬鞍島呢度做炮灰或者係叫做島主嘅。咁以上呢3樣嘢嚟講咧。針對翻馬鞍島嘅現狀咧，如果佢唔可以及時改變翻佢嘅一個引進嘅策略啦，包括咧佢嘅一個整體嘅一個批地流程咧，我相信咧今時今日2026，你以為係樓市嘅反彈，實質上係樓市最大嘅陷阱，等住你入嚟做島主接火棒嘅。好啦，如果以上嘅一個內容可以幫到你嘅情況之下咧，亦都提醒咗你真係要再觀望好。咁如果你話使幾廿萬買個安樂窩喺中山，絕對冇問題，我都非常支持大家去追求更好嘅生活、更好嘅退休環境。畢竟你中山消費低，呢個係大家公認嘅。但係如果你話論投資咧，中山呢個城市今時今日佢依然都係大灣區最有流量嘅一個城市嘅。起地鐵、起跨海橋起機場，乜都會帶上中山。但係中山點解就發展唔起身呢？歡迎大家補充翻你嘅意見喺留言區下方。好啦，我係 Johnny 啊。如果你都中意我呢個 channel，可以 like 翻我哋，追蹤我哋呢個頻道啦。同時啦，我哋會持續去分享翻2026年啦，隨住個樓市嘅變化啦，咁邊一啲係機會，邊一啲係陷阱，邊一啲係伏位呢？咁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同大家見面啦。拜拜。